通靈訊息，觀世音菩薩，自性俱致，萬法相應。你體內的智慧和宇宙的幫助，就是你最大的盟友。井號我的 line 一直是 Linsan 沒變。凡是來到我頻道的人，就必定會財運爆棚，人人愛你，自信霸氣，永遠健康，智慧無限，逍遙自在。我說你會，你就會。前言：我最近得到很多通靈訊息加外星人訊息加自我修行心得，我趁着今天有空，能寫多少就寫多少。正文：我今天悟到一個句子，你體內的智慧和宇宙的幫助就是你最大的盟友。然後我也沒多管，在今天我例行冥想的時候，我突然感受到一股白光，像輕輕的、柔柔的、緩緩的紗布一樣的瀑布，在我面前出現。我當時是閉眼睛，用第三眼看的。瀑布像窗簾一樣對稱打開，中間出現一個觀音菩薩的形象。他身材極度高大，像地球一樣大，光是他的一隻腳掌就有台北101信義計劃區那麼大。他沒有說話，只是傳送能量給我，那個能量像宇宙一樣大。我在這股能量的洪流瞬間理解觀音菩薩的意思。我看到他背後出現自性俱致，萬法相應4個字，超巨大，有玉山一樣大的繁體字。接下來我把他的話盡量複述出來。通靈訊息，自性俱致，萬法相應。你體內的智慧和宇宙的幫助就是你最大的盟友。眾生啊，當你感到迷茫時，請先停住，安心一念自性俱致，萬法相應。你尋找的答案就會自動顯現。你最想知道的做事方法、解決方法、處理方法，不在遙遠的星辰之外，而在你自己的體內。其實你早就知道什麼是正義，其實你早就知道什麼是幸福，其實你早就知道什麼是公平，其實你早就知道什麼是快樂，其實你早就知道什麼是開心。人體就是個小宇宙，和外在的大宇宙完全連通。你心中最常出現的思維、最相信的理念、最放心和最擔心的東西，都會如實的投射到外在的世界。你的一呼一吸，就是宇宙的律動。當你凝視深淵之時，深淵也在凝視你；當你凝視天堂之時，天堂也在凝視你。眾生常問我是否被眷顧，菩薩溫柔的回覆你：你從未被遺忘。你要做的是：一、正常努力，不能懶惰，不能完全不做，但也不用過度逼自己努力，只需要正常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就好。二、相信惡人現在已經受到最嚴厲的懲罰，並相信好人現在已經受到最豐盛的獎勵。如果你已經相信這兩條，就繼續保持，不用改動。如果你沒法相信，就觀賞壞人受懲罰時的痛苦和好人受到獎勵時的開心，多觀賞幾遍，感受幾遍，你就會發現正義自然顯現。三、淨空大腦，當你放下人間的思維，相信宇宙會給你主持公道。當你也做好你的本分工作時，宇宙就會自動給你安排福報、好處、快樂、輕鬆。你自己身體內的智慧會自動幫你引路，你只需要多做好事，對好人、對弱小者善良，菩薩自然會時時護持你。切記，你不需要費力去找盟友，真正的盟友是你當下的能量。會幫你的人，只不過是因為他的能量和你的能量在那時同頻相吸而已。會害你的人，也只不過是因為你們磁場不合而已。請答應我，請永遠溫柔的對待自己，不要自我譴責，不要自我詛咒，不太要自我詆毀。你不需要完美，我們菩薩已經是最完美的了。你只需要拯救自己，並且等待菩薩的拯救就好。最後，願你在每一次呼吸中，與智慧同在，與菩薩同在，與宇宙同在，自性俱致，萬法相應。你體內的智慧和宇宙的幫助就是你最大的盟友。你就是臨在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